观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收看4月5月17公视第几台的暗新闻，我是楚欣。咱做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台湾连续10天无新病例，嘉义市一间戏院开放民众免费看电影来庆祝。公文转发满一档，有团体呼吁政府改善制度，和正判是外国人的同性爱人，嘛通登记结婚。伫去年，一只找无路转厝的翕目镜，经过10个月训练，有通适应环境，但已经登去山内生活。咱台湾已经连续10天无逼武汉肺炎的病例，卫福部长陈时中未来施政方向引起各界关注。陈时中表示，刷落会对健保的费用出手，打算对制度的方面落去讨论，会告全社会保险的精神，卖确保健保体系的集成。台湾话讲9班，所以从9个0的时候，那调出一个10班鱼来那我们今天就有10班10个010月9班代表连续10天零确诊。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讲，这阵防疫成绩只是期中考，成绩也袂歹，期末考也搁在拍拼。不过成功防疫也让陈时中确定继续留任卫福部长。在接受平面媒体专访时阵，伊讲会挑战另外一个无可能的任务，迄就是起健保费。整体来讲台湾这个健保费到目前来讲是应该要调。那如果要调的时候，我希望是从比较大的结构面来做一些讨论。那不要丧失了本来我们的一个社会保险的精神、量能付费的精神。陈时中接受访问时讲，初步想法是对看医生的次数来做，要计算民众一年平均看医生几摆，设定一个上最看医生几摆的数字，超过这数字会有关部分的负担，要规划配套的做法，包括排除重大伤病、中低收入户者弱势族群，希望把健保费调整到接近公平。假设真的要去提高负担，其实我们也要很审慎的去考虑啊。真的要做，也只能考虑那些真的看很多次的。另外，随着翠暗日产量已经达到2000万个，未少业者希望尽早开放外销。第一个实名制大概会维持，那战备量我们现在应该是差不多都够了了我们手头现在有1亿多片了绝对不会到6月底，到6月底我们就可能没有仓库可以放了另外，台北高雄这关路伫问指挥中心讲，酒店舞厅安怎开放，是毋是由中央宣布复业？但是中讲，即要符合相关的防疫规定，包括维持社交距离、每回座也是隔板，并且落实个人的卫生防护。挂嘴暗、量体温，同时确保出入人客拢联络会到，将会开放了。记者综合报道。国内疫情渐渐收煞，嘉义市就有一间戏院，为着要庆祝武汉肺炎的病例无搁再增加，开放民众免费看电影。不过高雄这边逐个月办一摆新住民多元文化市进前因为疫情来冻点，今仔日重新举办，人客数目料想会济。南汇电影院卖票的所在摆甲长发的巷仔内，庆祝零确诊，嘉义市一间戏院，规工互人免费看电影，有人排2点钟才有位。我9点半就来排了，然后画到11点半开始画位。我们都会采间隔画位，对，那每一梯都是100人以下，对，那不会超过100人。虽然要互民众解闷，不过戏院防疫也真认真，一场也是爱挂嘴暗。顶个月停办的高雄新住民多元文化市集，赶快因为台湾社区安全，10次恢复举办。像我之前是在芬兰当空服员，那边他们还是10个人以上是不能聚在一起的。尤其像最近疫情大家都不能够出国，那来到我们这边不用出国就可以体验到多国的文化。大环对防疫有信心，不过4点钟的市集，只欠600多人参加，人潮不如预期。在垦丁，10日暗时已经明显游客回流，不过大家规划行程也是注意防疫。我们会挑就是比较户外的地方，如果在室内的话，就尽量戴口罩。你讲这个疫情下恢复，不过阮遮嘛拢做无生意啊。游客也是真少，店家表示，虽然5月无本土病例，不过旅游信心，也阁需要时间恢复。希望台湾继续小心防疫，慢慢找回生活步调。记者综合报道。
那台湾武汉肺炎伫世界疫情嘛开始道道平静，未少国家拍算放零防疫措施。欧洲这边希腊开放民众通伫拜六、礼拜去海岛佚佗。英国这边表示疫情若有较好，后个月开始学生通分阶段转去学校上课。也美国纽约这州嘛决定根据疫情的发展，渐渐解除管制。行伫海埔也是泡伫水内真轻松。欧洲武汉肺炎疫情确立，未少国家慢慢放松管制。像旅游业产值悬的希腊，16开放500外的海埔来接待游客，不过也是要遵守社交距离。We're far enough from each other, but right now it's very nice, safe. 去海边旅游的情形也出现在以色列，因为以色列对5月开始陆续来放松限制。得来维护海边，拜六有真侪游客来。Perfect, finally. You know, after 2 months we were in the home, we missed to the beach, and finally we go to the beach. I think they're afraid they won't get their badge, and if you don't have a badge, you can't get on the beach. 伫美国纽德西海边也出现排队领证的人。即阵全球肺炎疫情确诊加死亡个案上侪美国，疫情也开始较热络。纽德西有定在国上日进前的拜六开始，一定程度开放海埔的所在。We have a smart phased reopening plan. Remember the problem here are crowds and gatherings. So what can you do, or what economic activity is willing to reopen without a crowd? Those in reception, year 1 and year 6. Will be allowed back into school in smaller class sizes. We're also planning to get some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back, those years in 10 and 12. Reducing class sizes, making sure pupils stay within these small groups. 离疫情重灾区的纽约州长古博讲，若是疫情继续有较热情形，会分阶段重新开放各行业甲海埔这所在，尤其是较无受到疫情影响的郊区甲社镇。英国宣布，若是疫情有较热，学校上紧应对下个月开始分阶段复课，不过也是爱小班教学，严格进行卫生清洁。第3个下旬开始执行强制封锁，阿根廷是16头100温顺囡仔伫拜六出外，不过也是爱有监护人来陪同，并且限定活动范围甲时间，也爱避免侪人做伙情况。记者综合报道。不过，中国这边武汉肺炎的病例是搁再增加。钟南山接受 CNN 访问的时表示，中国疫情无定会搁再爆第2轮。也林省苏兰市因为疫情一日严重，决定扩大封锁，搁有全面检验的范围。虽然中国吉林市已经封城，不过依然维持出现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中国卫健委17公布，新增加3个确诊本土病例，拢是来自吉林。本土新增确诊病例9例，均来自已隔离观察的密切接触者，加快排查、隔离、收治工作，坚决遏制疫情反弹扩散。中国官方到即马依然无法度掌握吉林的感染源伫倒位，个认为吉林苏兰发生的群组感染，确实显示部分地区防疫工作真弱，还有一些薄弱环节。首先呢，就是我们的个别地区存在着麻痹松懈的思想，部分群众呢个人防护的这样的一个意识有所放松。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也去吉林考察4天，坚决表示防止疫情扩开，佮要求提升核酸检测能力。吉林苏兰市展开普查工作，希望找出更较侪感染者。到16为止，也体检将近2万人。市长金华表示，除了继续消毒，也扩大封锁的范围。全市管控封闭居民楼1103栋。农村封闭村屯1205个。虽然中国确诊案例已经减少真济，不过中国国家公定院院士钟南山伫接受美国 CNN 时事专访时，依然表达伊的烦恼，认为大部分民众缺少抗体较受感染，恐惊会爆发第2波疫情。伊认为中国状况无比外国较好，这是真大挑战。伊也表示，疫情拄爆发的时阵，地方政府确实无愿意讲出实情。后来中央统令若无部队处罚，才掌握情形。伊强调，为实实经验来看，家暴数字对防疫并无好处。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其他的消息，今仔日是咱台湾同婚专法过关满1冬的日子。虽然同性的爱人已经会使登记结婚，不过政府若是外国人却受制限。大多有团体呼吁政府希望蔡英文在新任期赶紧把同性婚姻的制度保护校正。看到行李箱内底拢是车票、相片甲批，充满着思念甲爱意。17是台湾同婚专法通过满1周年，不过同往同性跨国婚姻的路依然拼真悬，何君阿爸对跨国同婚伴侣无法度来结婚。我们在马来西亚就办了一个小小的、很温馨的结婚仪式。那就是阿唐实质上就已经是我的太太了。那可是呢，就是阿唐因为他不是台湾人，所以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办法在台湾登记结婚。因为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的规定，和跨国同性伴侣的婚姻权受限制。因为这边一方面的国家无承认同婚，这个婚姻在台湾就无法度成立。判明发起支援跨国婚姻合法化人数，得到超过13万人的支持。去年通过同婚专法的这一步，那这一步的障碍已经跨越了，接下来的跨国同婚，相信也可以顺利的完成。我认为我们国家应该是要接受公投的结果，就是婚姻是一男一女。那至于一些不管是国内或国外的这些部分是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去做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去做，都不要去破坏婚姻是一男一女。反同婚的团体原主张台湾坚守翁仔埔一男一女制度，而伫同婚法满1周年的即天，总统蔡英文铺文章来庆祝，欢迎大家申请小英的贺电，支持同婚团体，希望蔡英文在新任期展开了后，用积极进行相关部会协调，完成跨国同婚的配套税法，和同性之爱免搁再漂洋过海。记者综合报道。高中会考伫今仔中昼顺时结束，也这2天，计共34名考生因为发烧，踮另外安排教室来考试。另外有2个学生违规伫考试的时拢无挂喙罨，等下召开会议来讨论代志要安怎料理。伫考场甲出题人握手。高中会考第2天，家长照规定上款无用备课，先伫学校看囡仔入去考场。因为疫情的关系，学校延后开学，所以讲早起头一节的自然考考试范围减少。而国教辅导团老师分析，考题水准是拄好，具有鉴别度。肺炎链球菌感染引发肺炎的一个患者，他体内血液的3种血球跟正常人血球的一个比较，必须要具备有探究过程的一个运作能力。从图表当中所提供的一个讯息，做来解读它的资料分析。老师指出，今年图表的题目占6成以上，重视图表的判读、理解甲分析应用。考题生活化，也包含时事概念，比如讲抗菌的散酶内底什么物件，和肺炎、链球菌感染的患者这各种议题。英语科方面，考题挖掘生活。他慕尼黑公投举办冬季奥运的新闻，挑战度会高一点点，3839。它是一份很亲民，然后其实它又有维持一定标准参照难易适中水准的题目。老慕尼黑公投旧说办冬季奥运超7点，要计水加热烘物件才生活化的议题。老师认为这凸显学生分析思考、信息比较甲国际观的重要性。而往年拢有的英语听力，今年因为防疫的关系，所以暂停。分数比重变高了，没什么吃下，因为会用英听专分的。那昨天的一位跟今天再加上一位，总共是2位考生。明天开始那透过考区违规事项处理会议讨论，那他们的决议呢，也必须再提到全国事务会召开的全国违规事项会议来确认。整体来看，总共有2名考生因为喙罨违规，16新北市个案上当5科未计算分数。你今日台北个案是经过考课无爱听，在英语科被登记违规，会上违规事项处理会议讨论。2天考来有34名考生发烧，若是无来考的学生符合特殊检疫隔离这条件，会用参加补考；若是家己放弃，会以缺考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台湾文学之母曾调曾有济出名的文学作品，伊嘛尽心为台湾文学和客家运动打拼，培育不少优秀的人才。第3，曾调曾先生8岁，食到96岁。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地上的娃娃想妈妈。
要感动真侪人的电影《罗宾辉》就是改编自国宝级作家金正正笔下的长篇小说。暗过16暗时，伊伫桃园厝内底过身，享其寿96岁。到了傍晚，我喂他几口，他没什么胃口，就让他睡。突然没有声音了，我就过去看，量他脉搏，就没有。加上透过面册写上帝已经温柔带伊去天国了，无法度搁看到伊写册身影，真有志毋甘。总统蔡英文透过面册表达艰苦，认为这是台湾文坛的损失。行政院长苏贞昌也去致意。作为客家的大佬，周老真的保存客家语言，传承客家精神。将调整致力台湾文学，超过2000万字的创作，大家拢知影作品《罗宾辉》甲1961年的《倒流3部曲》，1964年台湾人3部曲，捌得到国家文艺奖、行政院文化奖、53年文艺奖甲台湾文学奖等奖项肯定，各积极推动台湾文学甲客语文化传承工作。台山县孕育了很多的人才，未来我希望作为台湾文化的一个重要基地，是对台湾文化、对台湾社会、台湾政治，尤其对这个后边的提派哦，功劳呢，可能无人超过去啦。更有好交情的作家李乔讲，将好提携文学新秀，对台湾文学社会甲客家党真大贡献，被叫做台湾文学之表。伊一生亲像一部台湾文学史的见证。虽然伫人生舞台下播，毋过对台湾文坛影响力甲凝聚客家意识精神会继续流传。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去年一只找无路转厝的鱼仔囝，伫台东海端乡公园村被发现。那经过10个月训练，一只鱼仔囝已经有适应环境的能力，昨到直升机再转去山那来生活了。救援人员将铁笼的铁门拍开，勇壮的小乌鱼探出头，熟悉未来要大的所在，马上脚步轻松，走入拿来。伊就是去年7月伫台东海端发现的公园小乌鱼莫拉斯，直到伫救援人员的陪伴之下，转去甲深山拿来。伫报道造成的气候之下，直升机将公园小乌鱼载回中央山脉野放点，互伊熟悉环境。救援人员先伫人来互伊安稳了后，搁野放。台东林管处也证实，已经收到莫拉斯的发布信号，显示活动甲适应拢真顺利。卫星的讯号，那显示莫拉斯它从野放的地点往南移动了1.2公里啊，这是一个好现象，它会自然的去探索一些自然的环境啊，所以它不会，它其实还是充满着好奇哦。伊伫去年7月被发现了后，由台东林管处照养，当地族人号名叫做莫拉斯。伫过10个月了后，确认健康真好。不过因为无保险带，期间内野放训练甲保持能力是真重要。还会比较担心，就是他会不会靠近陷阱呢？他看到人会不会主动靠近呢？因为训练期间还是有密集接触人的情况，万一他真的也是跑得好远，跑到一个山屋去，结果真的也在那个地方逗留，那我们这个时候就是管理单位就介入。黄美秀表示，除了小心选择野放的地点甲人的活动范围区隔，前3个月透过发布器密集追踪，掌握活动范围，必要时阵适当介入，才能建立野放个体适应环境的能力。记者综合报道。住伫婚林土库一个姓廖阿公，因为徛家火烧来有路无厝，一口走8人只好住伫低调。台湾审议工团知影这件代志了后，就派130多名义工甲阿公斗起新厝，就希望阿公因一家伙会当安心过日。伫台头前木工师傅房仔寸树裁甲真准，准备做合。佮今日去厝林，有人伫无用量寸树，大家合作咧赶工。因为这寡对全国各地来的，咧要130名义工，要伫4天内起好20坪的新厝。太多的个案需要我们立刻的协助了，那所以我们就在现场做防疫的准备，但是我们还是
后来就是准时的出团。以前平均一个大概3到5件呐，哈，那在最近的时间，我们就大概接了快10件，所以说增加的频率还蛮大的。台湾心义工团表示，去年接到婚姻土库廖阿公的个案，因为因兜去年发生火灾，所有的家具拢烧了了。一家伙仔8个人，敢会当暂时住伫亲情因兜低调改建的厝，所以来甲因斗3工。虽然最近受到疫情的影响，进前停工2礼拜，但是真侪义工嘛是希望会当继续帮助这寡弱势的人。我们不希望盖房子的经费会用到捐款人的钱，所以我们来这边做义工还要缴保险费、住宿费、餐费、交通费。哦，真好，真好呀！真满意啦，真满意呀！起安尼有水无？袂歹啊。去年因为一场火灾，甲廖阿公因兜烧了了，即摆看到工园重建，会当正式住入去，心情总算会当较轻松。台湾心义工团嘛讲，最近需要协助起厝的案件哪来哪济，袂少团员是趁休假的时阵来斗3工，嘛希望会当甲搁较济弱势家庭斗帮衬。记者综合报道。彰化市区的中环里，因为发现甲中客2字相像，因得利用3D 的方式为高矮多样来糟蹋社区。那中环里决定扩大3D 彩绘范围，望加做地方的特色。不过专家表示，社区也是爱连接在地经营，才通久长。今入去社区内底，表示画工5花10色，顶悬阁有画几落只古锥的狗仔，另外阁有热气球甲古锥的小景厝。拢结合高矮多样，互来遮佚佗的游客手机举咧，就一直在翕相。你这么来这边拍照的？对。是怎么知道的？网络上。彰化市区的中环里最近变做真情的彩绘景点，特别若到假日，就有真侪游客来佚佗。以往彩绘拢是用平面来呈现，但是最近1、2年，地方改用3D 的彩绘。而且最近嘛争取到政府的补助200万，伫徛价的同意之下，彩绘嘛扩大到附近的街仔路，连标点嘛画甲水当当。我们是忠犬取谐音，就是人类最忠实的狗，就是忠犬，就是狗狗。当地里长讲，预计扩大的彩绘范围拢总有200多公尺，其中嘛画真侪色水的风景甲水墙。学者是表示，虽然短时间内会当吸引游客来看，但是长期的配套甲经营才是重点。现在很多的彩绘都是从游客面来看而已，可是他们又没有考虑到当地居民。这样子的话，它是一个非常短期的，以当地的一些故事，然后导览员的一些训练，我想它是比较需要去挖掘当地的一些跟关联性。学者认为讲，大部分的彩绘村拢真相像，加上拢是用游客做出发点，真歹长久来维持。建议应该用在地观点来经营，增加在地特色，而且爱有文化面的导览甲人才培育，才会当互在地特色展现出来。记者综合报道。为着抵挡武汉肺炎，台人的喙暗是拢挂条条。不过现实天气是一日一日热，都有专家指出，伫热人的时挂喙暗，体内的水分、盐分、恐惊的无够，致使身体机能有各样。医生就建议民众伫室外人少的地所，就莫挂喙暗，通透小开，较无健康。新冠病毒疫情有较稳定，国内出现有限度，赶紧互我强制挂喙暗的声音，因为天气愈来愈热，挂喙暗可能会增加热衰竭，或者是着刷等等热伤害的风险。那你如果戴着口罩呢，这个热气呢就没有办法散发出去。如果在夏天的状况之下呢，你戴着口罩呢会比较不容易散热，厉害的话呢会脱水、会晕倒。医师表示，较接看的热伤害包括热衰竭、甲着刷等等。其中着刷是上需要注意的症状，若是人体无法度正常把热气排出来，就会出现意识无清楚的情形，而且体温也超过40度，恐惊会有心脏衰竭、心脏电气等等的并发症。医师表示，着刷的患者死亡的几率差不多是3成到8成。当你到中暑的阶段，那就比较严重了。中暑人反而不太会冒汗，那个热根本没办法消散出去，他可能已经晕倒休克了，可能没办法工作，可能站着都有问题。不过，日本的医疗专家指出，热饮可能会降低对病毒的防疫反应，恐惊会增加武汉肺炎并发症的风险。医师建议，伫咧室内若是人多，要是建议爱挂喙暗；若是伫咧户外通风的所在，天气热、温度较悬，嘛应该伫咧人较少的所在，而且暂时把喙暗摕落来，把热气排出来。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报。
北部地区上加24度，上悬33度；中部地区上加23度，上悬33度；南部地区上加24度，上悬34度；东部这边上加23度，上悬33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吴昕，咱再会。当然啦，这个台湾菜有百款有这么多吼，啊上代表的菜吼，老师你认为讲是啥物？大家介绍这个，无啥物稀奇啊，厝内大家拢会晓煎呐。啊打面伊嘛是用切的，啊切仔面嘛是用切的，啊这打面甲切仔面是有啥无共款？直接甲咱讲破点破者。打面是算是讲俗语，听故事，捌台湾。每礼拜请准时收看《报告关灯》。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市行的 DJ TK 啦。咱今仔日要来奉上的主题就是，我心刻白白啊，走三关的歌戏。歌戏汉字写作歌戏，罗马字写作歌哇歌啊。好意戏，歌第一条，啊第二条，戏第三条。歌戏的发源是台湾早期的民间歌乐落地扫，会叫落地，是因为伊的表演形式简单，通常拢伫庙埕、空地啊，也是伫街路顶，涂骹扫扫咧就开始演出啦。有人把这种表演叫做本地歌。传统的歌戏内容真自由，定有做话戏的，也就是先甲演员讲大概要演的剧情，然后演员就家己的 freestyle， 因为照家己介意的歌戏调，自由天词去唱去演。传统的歌戏因为无法度用伤复杂的道具，就用身段来表现情景，亲像开门。骑马等等，一切拢是靠演员的功夫。歌戏班内面除了舞台前看会到的演员进场以外，还阁有乐师，也就是后场。俗语讲3分前场，7分后场，阁讲无后场行无脚步，就是讲若无乐师的音乐。正场的演员嘛搬袂落去啊，而且乐师现场的演奏吼，迄是摕规块卡带来放，嘛无底比的啦。古早时代，一般人看袂起演员，讲是父母无写事，送囝去做戏，讲是无才调的父母，才会送囡仔去学歌戏做演员。不过即摆时代无同啊，真侪演员拢真受大众尊敬。溜歌戏、落地扫、做话戏、身段、乐师、
3分前场，7分后场，无后场行无骹步。父母无写诗，送囝去做戏。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